道教於民間扎根傳承，喺香港至今已經有8年光景。為咗弘揚土生土長嘅宗教信仰，香港道教聯合會特別呈獻道風8年影片系列，感謝各道堂鼎力配合，讓影片能夠向社會大眾介紹道教信仰同教義，得以呈現香港嘅道風與道貌，以及各道堂嘅道脈傳承。純陽女祖師係道教全真道5祖之一，女祖師信仰喺廣東地區非常盛行，唔少香港嘅宮觀道堂都有供奉純陽女祖師。但係講到以女祖師為主神，並展現宏大嶺南園林氣派嘅道堂，當屬坐落於新界坪輋嘅雲泉仙館。現時坪輋雲泉仙館佔地大約40萬尺。不過，原來屬於道教純陽派嘅香港雲泉仙館，佢哋最初嘅發展係由西環鬧市中一個單位開始。香港雲泉仙館咧嘅道脈咧係由西樵山雲泉仙館傳落嚟嘅。咁西樵山雲泉仙館咧就成立於1848年，而香港雲泉仙館咧其實就響1938年咧，吳禮和道長同埋一啲西樵雲泉仙館嘅一啲道兄咧，就一齊將個道脈咧就傳嚟香港。咁響1938年咧，就響呢個華僑聚樂社係成立一個咧係女祖先師嘅賀誕嘅聚會嘅。咁至到咧係1944年，當時係日治時代喎。咁咧就響呢個德輔道西107至109嘅3樓咁咧就係供奉咗女祖先師。嗰陣時咧係一個正式註冊。但係就唔係叫做雲泉仙館喎，係叫雲泉佛堂。原因點解呢？當時日治時代呢，係日軍係比較對佛教寬容啲，對道教呢係比較鉗制嘅嚇。咁所以呢，當時係用一個咁嘅名稱嚟註冊嘅嚇。咁直至到1948年呢，就係成立為有限公司，香港雲泉仙館有限公司。從1944年開始，香港雲泉仙館經過幾次搬遷，直到1983年遷入現時香港皇后大道西坤寶商業大廈作祖館館址，並於1975年設立坪輋分壇。香港咧，我哋係響坪輋咧，係另外有一個分壇嘅。咁呢個分壇咧，其實係響1975年嘅年尾咧，係購入大概有10萬尺嘅地方嚇。咁直至到依家咧，經過不斷嘅營運發展咧，現時咧大概有40萬尺嘅土地。大家如果一入嚟響我哋前邊正門嗰個停車場咧，一入嚟牌坊就見到右手邊咧有一個財神殿呢個係新建設嘅財神殿。但係其實咧，佢係響70年代咧，我哋購入咗呢邊個土地，後來咧就起咗一個比較細小啲嘅初殿，即係供奉女祖先師嘅。目前依家我哋有新起嘅，已經有20幾年歷史啦嘅讚化宮，咁規模咧係同以前嘅初殿咧係大好多好多啦嚇。我哋響香港之前響西營盤嘅祖館同埋坪輋分館都係供奉唯一一個主神就我哋嘅女祖先師。咁當然就係我哋呢一個道脈咧係有呢個西樵山呢個雲泉仙館，即係佢哋成立響1848年。已經有接近180年歷史，佢哋都係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供奉唯一嘅主神，就係女祖先師嘅。我哋喺呢個讚化宮裏邊有一個女祖先師寶誥嘅片額懸掛喺我哋嘅大殿，係喺香港嘅其他供奉女祖師嘅宮觀嚟講咧比較少有嘅，聽講係香港唯一，暫時嚟講係唯一。懸掛喺大殿內嘅女祖師寶誥匾額，昭示住女祖師嘅事蹟以及巍巍功德。每當弟子踏進大殿，抬頭仰望匾額，有如接受女祖師深切嘅提點，謹記教誨，莫忘修心修德。曾經響10幾年前呢，我響學習呢個道教嘅經典嘅一個課堂咧，就認識咗鄧立剛教授。
咁我響入道嘅之前呢，係有請教過佢嘅，佢亦都係有建議過我呢，係沐浴更衣啊，咁咧就嚟大殿呢，向呂祖師即係請教啊，睇下有啲咩去指引下我嚇。咁我咧就感唔到有幾個字，係咩咧？大善慈悲，無私利眾。我問呂祖師，咁我如果係好用心咁樣修道，你會唔會幫我㗎？啊，咁我又感應到幾個字：行善常應。我相信呢一啲內容咧，對我嚟講係呂祖師俾我嘅一個教誨，亦都好安心，因為只要我係行善，佢就常常都會應我嘅。行善常應呢4個字，既係呂祖師對黃道長嘅教誨，亦都係雲泉仙館代代傳承嘅修行信念。大聖大慈嘅純陽呂祖師曾經降示，雲泉仙館嘅道侶要以濟世度眾為宗旨。呢一份濟世使命，從1949年開始，透過祖館所設嘅呂祖藥簽得以體現。呢套呂祖藥簽唔單止係香港道壇少見嘅慈悲法門，更加喺幾十年間幫助過無數窮苦大眾渡過病痛難關。香港社會啦嚇，即係現時嗰個醫療嘅服務啊，即係政府提供嘅服務咧，都係相當唔錯嘅。咁未必咁容易揾到醫生，咁所以咧就呂祖嘅藥簽咧就起到一定嘅作用，醫療嘅作用。又聽到有個婆婆都同我講過，佢自細咧係有個唔舒服嘅情況咧，走嚟求呂祖藥簽，咁咧就好返。咁之後咧就一路到佢80歲啦，由後生至到80歲都未睇過正式嘅醫生，就有咩事咧就係求藥簽。雖然因應社會時代嘅轉變，呂祖藥簽筒而家已經封存，但呂祖師昔日顯化嘅神蹟、度化信眾嘅恩澤，並冇隨住時間而改變，至今依然默默守護住一群信眾。而呢份呂祖信仰，更加藉住雲泉仙館嘅科儀本喺香港道堂廣傳。現時喺香港道堂科儀中，其中一部最流行嘅科儀本《呂祖無極寶懺》，就係源自西樵山雲泉仙館。而香港流通嘅版本係香港雲泉仙館根據光緒癸巳年西樵山雲泉仙館嘅舊刻版，簡稱西樵本而翻印。之後鳳形仙館、青松觀、圓玄學院等多間香港道觀都係根據雲泉仙館版本而重印。除咗呂祖無極寶懺，至今雲泉仙館嘅藏經閣內仲保留住非常具價值與呂祖師相關嘅一套珍藏書。我哋藏經閣咧就有一套咧，用一個好精緻嘅木盒收藏好嘅呂祖全書。咁呢一個咧應該係一個好對我哋供奉呂祖先師嘅宮觀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文物嚟嘅。戰亂嘅時候咧，就譬如話吳禮和道長同一啲前輩師兄係我哋祖觀嘅相關比較有重要有代表性嘅文物都會被帶走嘅。相信咧就係呢一個木箱呂祖全書嘅木箱咧，就係當時係帶落嚟香港。據學者嘅意見咧，就經佢哋研究咧，係呢個早期嘅呂祖全書嘅線裝版本嚟嘅。就據聞咧，就可能呢一套咁樣形態嘅呂祖全書咧，目前全世咧就只係得2套，一套就喺我哋呢度，另外一套咧就喺越南河內嘅法國遠東學院收藏咗。道教經籍能夠指引住世人通往修道成仙之路，但如何引領一個尚未得聞大道嘅有緣人踏入眾妙之門嘅第一步呢？因此近年雲泉仙館喺建設方面都有唔少發展，例如應十方信眾對信仰嘅寄託，增建咗財神殿，殿內供奉有道教武財神趙公明元帥，並且喺2023年重修太歲殿。殿內供奉有斗姥元君以及60位太歲神。雲泉仙館現時一共有4座殿堂，供信眾禮拜神明，而且雲泉仙館更加發揮咗40萬尺嘅十方叢林空間優勢，利用獨特嘅園林景色以物載道，
將一草一木串聯成一條文化導賞路徑，引領參訪者領略道教文化。我哋響中國嘅宗教咧，係應該響優秀嘅中華5000年嘅文化裏邊咧，去孕育出嚟嘅。我哋響荷花池嘅尾端咧，我哋有一個1984年孔教學院送俾我哋嘅萬世師表，我哋嘅孔子銅像我哋咧喺嗰度立咗個台，就喺旁邊咧係最近年咧就立咗個《禮運大同篇》嘅一個碑刻，亦都喺最近呢2-3個月內咧，我哋會再立一個係叫做《論語箴言》。咁呢啲咧就係極之代表到我哋儒家思想嘅。咁呢個咧都係對現代嘅年青人也好我哋一般十方善信啦都好有啟發性嘅。咁再過嚟呢，我哋響80週年，即係大概係2024年嘅年尾呢，我哋係立咗一個叫做雲泉道範嘅一個碑刻。咁呢個碑刻呢，就裏邊有30個字嘅啫，就係勤修仁義禮智信，常行溫良恭儉讓，大善慈悲，無私利眾，宣導弘教，濟世度人。嗱，呢個內容呢，就係以儒家思想做基礎，再進入道家嘅思想，再係響荷花池再過嚟呢，我哋又會見到我哋嘅道德廣場呢個道德廣場呢，係有卓少行老師佢係一位出色嘅書法家嚟嘅。聽講係響呢個坪輋呢個分館呢，駐留響度呢，係用咗3個月嘅時間逐個字寫出嚟。我哋嘅老子嘅5000言，咁喺我哋道教呢，就叫《道德經》啦。咁呢個係極之代表到我哋道家嘅思想。剛才講嘅3個碑刻景點，咁係由呢個儒家嘅，再進入以儒入道，再嚟到呢度咧係正式嘅一個道家嘅思想代表啦。而佢嘅旁邊呢，有一個呂祖百字碑。呂祖百字碑呢，就可以講話一種道家嘅內容嘅一種升華。咁其實佢原先唔係我哋雲泉仙館擁有嘅，係呢個盧峰學院陳子石道長就因為響政府要發展呢個大埔嘅運頭塘村，咁需要係一啲土地啦，咁所以呢，就要拆遷啦。咁拆遷呢，佢就將佢嘅呂祖百字碑一塊一塊嘅篆刻嘅石頭呢，就送咗俾我哋雲泉仙館，係相當之寶貴。我諗係全世暫時係僅有啦。於是呢，我哋就做一個假石山，咁呢就鑲嵌咗呢啲咁嘅石頭上去，就係排列翻我哋嘅呂祖嘅百字碑嘅原文出嚟啦。咁喺佢嘅左下角呢，亦都有一個呢係楷書嘅簡單嘅碑刻，去俾大家容易去讀明佢嘅。經過我哋呢一個百字碑之後，我哋向北繼續行呢，就有一個八仙壁。呢個八仙壁嘅背後呢，就有一個清淨經嘅碑刻，就係一個道家思想、道家修為方面相當高嘅境界。文字呢係容易讀得明嘅，但係要修到個咁高境界呢，真係高人嚟㗎啦。咁仲有唔止嘅，我哋如果繼續向前行呢，就會見到個雲景園。雲景園呢，係我哋係會長年咧展出有200幾盆好美輪美奐嘅盆景，裏邊亦都有好多盆栽呢係好有教育意義嘅喎。譬如話呢，你會發覺好多我哋啲嶺南派嘅呢類咁嘅盆景呢，佢嘅嗰個樹木嘅莖或者佢嘅根呢，都係可能某啲蟲害而做到佢呢係好似一個雕空咗嘅狀況嚇。但係呢，你見到佢上邊呢，經過一個適當我哋嘅栽培孕育呢，仍然係枝繁葉茂，甚至無呢係石果累累嘅。呢個係曉有教育意義一個咁嘅景象即係話呢，縱然或者係自己受到一啲傷害或者一啲好大嘅挫折，但係我哋要繼續去堅毅去前行繼續行正路，將來一樣係可以得到好大嘅成就。我好想呢類咁樣嘅景象係可以帶出嚟嘅一種感悟呢，係俾到一啲學生呢係嚟到參觀我哋雲泉仙館呢，
跟住呢一個咁嘅文化導賞路線呢，係領略到我哋嘅儒家、道家思想，以及呢種呢係不屈不撓嘅奮鬥精神。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公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為呢一片土地繪製咗宏大嘅未來藍圖。按規劃，坪輋雲泉仙館現時所在嘅區域，未來將會發展成河畔文化谷，而且鐵路基建亦都會延伸到附近，有利於雲泉仙館嘅發展。咁所以響10零年之後呢，呢度周邊嘅地理環境咧係完全另外一種景況㗎嚇。咁呢個咧係有利於雲泉仙館嘅未來嘅發展，能夠有利於我哋係響我哋嘅宗教事業方面呢係繼續嘅去提升。咁但係最主要嚟講，我哋係要繼續咧去吸納人才嚇，因為我哋要有更多嘅人才儲備咧先至可以去迎接未來嘅一個更好嘅發展。將來咧承擔起呢一個宗教發展嘅使命，而我係好強調咧宗教嘅初心應該咧就係去引領我哋嘅信眾去追尋生命嘅更高嘅道德價值。從廣東西樵山到香港，雲泉仙館傳承百年道脈，歷代道侶始終秉持呂祖師濟世為懷、道眾為宗嘅教誨。佢哋深深明白辦道嘅初心，唔單止係為信眾提供一個朝拜神明嘅空間，更重要係引領大家去追尋生命中更高嘅道德價值。面對未來嘅蛻變，雲泉仙館嘅道侶將會恪守使命，承傳百年道脈，繼續弘揚大道。